非都是赵家庄。赵家庄有一个好姑娘，要问那姑娘长得怎么好，你就问庄前庄后的少年郎。他见一分手来赠一分胖，一张樱桃口，一条玄丹的鼻梁，一双眼，两颗心，水上的波浪，满头的青丝飘呀飘呀那么长。月桃花开，4月菜花黄。那家的掌声干跳粉白墙，那4支枪难过8青天上，可就是关不住满园子春光。年轻的小伙哪个不想，心里头想，嘴里